Hello，大家好。首先咧要多謝咧你哋追蹤咗同埋 like 咗我嘅 Facebook page TS 活出精彩。而家咧就要抽翻5位嘅幸運兒啦。好，首先第一位 Lia， 好，第二位 Yulisa， 好，第三位 Stephanie， 好，第四位星仔，好，最後一位奧運啲先。最後呢位得獎者會係邊個呢？Letty， 首先咧要恭喜咧呢5位得獎者嘅，咁咧嚟緊咧我就會揾人安排咧將呢個天使朱古力禮盒咧送到你哋嗰度噶啦。咁記住咯喎，呢個 Facebook 嘅 page 咧你哋一定要密切留意啦，因為所有最精彩嘅活動咧都會放晒上去嘅。